十字路口，我曾迷失方向，黑夜深沉，难见希望曙光。笔痕手牵引，又听见他说话，孩子不要怕，有星星就有家。心是穿越风暴的力量，望是破晓前的亮光，爱是主宰下的永恒诗篇。这三样长存我心，直到地久天长。清晨阳光洒满田野的路，泉水流淌，诉说主的恩典。牧人唱诗歌，群羊悠然安歇，主爱花岗里，滋润干渴心田。心是穿越风暴的力量，望是破晓前的亮光，爱是主宰下的永恒诗篇。这三样长存我心，直到地久天长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圣经共读的经节是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1到10节，主题是信仰生命的榜样。使徒保罗称赞帖撒罗尼迦教会，他们虽然在困难中，仍然活出信心的工作、爱心的劳苦、盼望的忍耐。这段经文不只是圣经历史，也是我们每一天要活出的信仰样式。这边总共有6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。首先我先来读圣经1到3节。我是保罗，我跟希拉和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，属于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的信徒们，愿你们都得到恩典和平安。我们常常为你们大家感谢上帝，在祷告中不断地提起你们，在我们的父面前纪念你们怎样把所信的实行出来，怎样以爱心辛劳工作，又怎样坚守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盼望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上帝爱你们，拣选了你们。第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是信心的工作，相信神，因此踏出行动。保罗为他们感恩，因为他们的生命有果子，而不是只有信仰的头脑知识。他们的信心不是嘴巴说一说，而是能够做出行动，遇到难事仍然选择祷告，倚靠神，看到需要就去帮助，不犹豫。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，爱心的劳苦。因为爱，所以愿意付代价。保罗说，他们有爱心所受的劳苦。真正的爱不是感觉，而是愿意为人付代价，愿意流汗的。在家中有人很难相处，我们仍然要说学习造就的话。在教会及家里我们要默默的付出，不求掌声。第三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是盼望的忍耐，因为盼望主再难也能撑过，因为盼望耶稣再来就能忍耐持守。面对工作的压力，我们要提醒自己求主来掌权，遇到病痛困境的时候，仍然相信神有最好的带领。我们再来看圣经第5节，我们把这福音传给你们，不仅是用言语，也是依靠圣灵的大能，并且是根据对福
福音的确信。你们都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时的生活是怎样的，一切无非是为了你们的好处。从第5节我们可以看出保罗他强调福音大有能力，不是靠言语。福音不是只有道理，而是有圣灵与能力，能够改变人的心。我们再来看第6节，你们效法了我们，也效法主。虽然你们遭受大难，仍然在圣灵所示的喜乐中领受信息。从第6节我们可以看出，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是在患难中仍然有喜乐，他们在逼迫中仍然欢喜，因为有圣灵同在。遇到不公平或委屈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抱怨，学习交托给神。坏消息来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保持一颗感恩的心。我们再来看第7节，因此你们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徒的模范。主的信息不仅从你们那里传开到马其顿和亚该亚，你们对上帝的信心也传到远近各处，这实在用不着我们多说。从第7节我们可以看出，值得我们学习的榜样就是成为榜样的教会。他们虽然年轻，但成为马其顿、亚该亚众信徒的榜样。在小组当中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稳定的人，要守时、认真，要当一个支持者，而不是一个时常制造问题的人。在家中，我们要活出好的见证，让家人看到我们基督的生命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经节第9到第10节，大家都在传讲，在我们访问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怎样接待我们，又怎样离弃偶像，归向上帝，侍奉这位又活又真的上帝，并且盼望着他的儿子耶稣从天上降临。这位耶稣就是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，他使我们脱离那将要临到的上帝的义分。从第9到第10节我们可以看出生命改变的见证，迎接主再来的盼望，使人活得更圣洁。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群期待主再来的人，因此生活充满着力量与方向。他们离弃偶像，归向真神，生命有了明显的改变，放下让你远离神的坏习惯，例如脾气、懒散或抱怨。在职场中，我们要时常坚持诚实跟正直，不跟别人一起走歪路。总结，因着信心而行动，因着爱心来付出，因着盼望而忍耐，并活出喜乐与见证，成为他人的祝福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求你让我们像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，有信心的行动，有爱心的付出，有盼望的忍耐，即使在患难中仍然有圣灵的喜乐，使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家人、同事、小组的榜样，帮助我们离弃一切使我们远离你的事，专心等候主再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是穿越风暴的力量，望是破晓前的亮光，爱是主赐下的永恒诗篇，这3样长存我心，直到地久天长。是穿越风暴的力
望是破晓前的亮光，爱是竹子下的永恒诗篇，这三样常存我心，直到地久天长。